哎，老子呀！这才哪儿到哪儿呀？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哎呀，男人不打无准备的仗。我陈涛的儿子以后一定会从菜园坝看到朝天门。你就教坏孩子吧你！气势嘛，教育嘛，要从娃娃抓起。我就问你，帅不帅气？帅不帅气？装备要齐，姿势要帅。我陈涛的儿子从托儿所到学前班，一定是街上最靓的菜。哎呀，我都有点吃他的醋了呢。哎呦，不至于。来，老婆大人，我去给你做爱心早餐。堂给，燕麦粥蒸鸡蛋半碗，爽口白菜，苹果一个，健康清淡，营养丰富，色香味一应俱全，加上一颗爱你的心。那咱们是不是等他出来以后再争宠啊？涛哥哥，我已经感受到了你满满的爱，但是吧，我想吃小面，麻辣的。行，那这些菜怎么办？懂。嗨，宝宝们，我是珊珊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泡菜呢，可不简单，这是由胡大妈秘制的泡菜，分为7749道工序。但是呢，库存只有100瓶，大家动作一定要快。来，5秒钟的时间，给珊珊点点关注，给珊珊加小红心，给珊珊点点关注，加小红心。准备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我都倒背如流了。行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开始吧。好，好。来这边。3、2、1之后开始，别紧张，放轻松就行。好。嗨，宝宝们，我是珊珊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，这是由胡大妈秘制的泡菜。多吃饭，多喝水，要记得按时吃饭哦。好，要多喝水，要喝热水。好，要是哪个小朋友敢再惹你，告诉我弄他。啊！我哄他，给他买棒棒糖吃啊！哎呀，好了，我去上班了，宝宝给我吧。那我走啦。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早点回去。拜拜。豪哥，我就直说了，剩下的钱我还不上，我给你看场子。行啊，兄弟，欢迎你加入。我咋会这样呢？以前在宾馆的时候，会员卡卖不出去，但至少我嘴皮子溜。现在面对手机，我半天说不出话，像个哈气的王八一样，一块钱没挣着，像个250一样，像个电线杆子立在那儿，还是没有电线的那种。正常，谁刚开始面对镜头都这样。别安慰我，我自己哭会儿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怎么样？你还有信心吗？当然有信心了。你没听见他刚才说那些话说的有多溜啊？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语言天赋的人，只不过需要克服一下自己的心理压力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交给我。沈总，资料我已经看过了，不过要等风控审核以后，我才能尽快跟您联系。有这么麻烦吗？这是流程，是必须的。
小凯，我先告辞了。沈叔，我送你吧。不必了。然然，你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沈叔的项目还用审核吗？对啊，这是风控，这是流程呀。之前的首任咱们不都是直接签合同吗？那是之前呀。沈叔他是我爸老朋友。小凯，我们是过来开公司的，不是来卖人情的，对不对？那他跟我爸说怎么办呢？就算出了什么事儿的话，老李他自己会兜底啊。你还想利用李建勋这3个字吗？不是你说的老李就是我最大的资源吗？所以我才利用他的人脉，他的朋友。咱们这本来就是小凯，事业起步上是可以利用你爸，但是事业上了正轨，我们就得靠公司自己的管理和流程。行吧，你说了算。要我说呀，这一瓶萝卜干卖30块钱一瓶，确实有点贵，而且只有300克，只有萝卜没有配料，比较单调。这样吧，珊珊呢给大家跟商家讲讲价，大家注意喽，一会儿一定要动作快一点哦。这样我先暂停一下。哎，我那个萝卜是精挑细选的，又脆又甜，你这个光说缺点哦。啊，像你那个说噻，我说的都比你好。哎，你那个鼻子下面长的是嘴吗？一次就炒，哪有那么容易的直播啊？我看你是关门演个耗子，急死的吧？我一场直播你就想要多大的销量？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？你买个鸡回去就能生蛋，蛋生鸡，鸡生蛋，蛋再生鸡，你买个鸡就像得个养鸡场吧？直播要循序渐进。怎么？我晚上躺尸，半夜盗墓，白天来卖货一条龙？你以为狗掀门帘子就凭一张嘴啊？哎，你有病吗？哎，你有病吗？去看兽医噻，我还不能给你买药嘞。我给你买药，买斯达说，这是你满脑子的猪大肠。从头到尾你就在我身后叨叨叨叨叨叨，你还让不让我直播了？长疮的赖皮狗，走到哪儿臭到哪儿，你走一路臭一路。哎，你那个，我请你来是来帮我卖萝卜干的。我再卖呀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你光说他的毛病，光说他的缺点，你啷个卖嘛？啊，来，你上一下，他哪儿不好了嘛？来，你给我上一下，我不成，给我拿开！你给我上一下，不成，拿开！上！你不上一下，老母晓得好不好嘞？快点！不成，哎，你不成，上哦！你不要给我拿着上！怎么了？我有件事儿吧，挺纠结的。啥事儿啊？就是有个修理厂想让我去做顾问，给我开价2万，但我觉得太少了，至少得个3万，是不是？你说是吧？你就吹吧你啊！真的？你又不是专业出身，人家为什么让你当顾问啊？专业出身他会修摩托车吗？我实操了多少年，修了多少摩托车，我只要把摩托车一打开，使用年份、生产日期、有没有涉过水、泡过水，我都晓得。发动机一响，我就知道是哪个品牌、哪个型号，他们专业出身的行吗？真的呀？真的。哦，那你去呗，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肯定很好呀。哎呀，就是吧，这个修理厂有点远，在渝北，而且会很忙，我就没时间照顾你了嘛。忙点没事儿，只要这个工作是靠谱的就行。去吧，没事儿。那我去了啊。去吧。涛哥，来了。小周呢？小球，别湿了。涛哥，这就升了。要升也是我们给他发红包。跟你们说个事儿，我要去其他修理厂上班了，这个钱是给你们的辛苦费，白天看好了啊。哪个修理厂啊？不是，这哪个修理厂啊？真的是修理厂吗？子波，给钱，给钱，哎，给钱。
不可能！老子每回都说，你们是不是充老钱？啊！闭嘴！你放手！让你闭嘴！你是什么人？在老子厂子里，没人敢他妈出老千，知道吗？他妈能打就打，不能打就滚蛋！大哥，我的错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啊，接着玩。继续吧，继续吧，来一下。这一年，国家扶贫进入攻坚阶段，许多政策让坚持做农产品的我们利人的同时立了血。公司发展很快，但这一年我也很忙，忙到忘记过往，只看见前方，而忽视了身后的一切。老公，怎么出去这么久呀？你已经出去了1个小时03分14秒了。我好想。我也好想你呀，但我是从朝天门一路砍到菜园坝，啊不，一路跑到菜园坝才买到这个水果。来，咱们吃水果。哎，你想吃哪个？我想吃西瓜。好，吃西瓜。来，咋样？甜不甜？好吃。来，再吃一个草莓。来，还是哪个？涛哥，你来选吧。好，那吃一个火龙果吧。这个草莓好甜呀。是吧？一会儿我写啊。再吃一个菠萝。哎，吃菠萝。吃吧。我吃不下了。哎呀，谁知这果盘块块皆辛苦，农民伯伯种水果不容易。来，吃一块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好。哎，好吃吗？那第2块呢？你是不是吃饱了？我真的吃不下了。哎，我知道你吃饱了，但是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小桃子，你多吃1块这个草莓，就多2颗维生素。来，吃。小桃子不想吃了。啊，他不想吃了。来，我问问。有的。哎，小桃子说她想吃。好。冰姐，想跟您谈一个合作，推进一个青年公寓计划。青年公寓计划？说来听听。这几年呢，做销售楼盘下来，我发现了很多想买房却买不起房的年轻人，所以我想推出一个针对性的租房计划，统一装修，统一服务，房间不需要大，但配套设施齐全，装修有格调，符合年轻人的审美。好主意。接着打。好嘞，涛哥。说，大哥，你干什么呢？不接电话？你老婆摔倒了，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。什么？我现在在医院，你赶紧过来吧，释放医院。金龙，收拾干净，小心点啊。谢谢。那个成哥，一会儿涛哥来的时候，你别说他了，
他最近工作太忙了，所以没陪我。工作？他找工作了？他现在在修理厂当顾问呢，还赚得很多，然后还给我订了月子中心。那挺好的。哦，然然来了。那他来了我就放心了。我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有事儿的话你再给我打电话。拜拜。拜拜。刘哥怎么样？放心吧，王人陪着呢。哎，我有话问你啊。说。你在什么修理厂啊？啊？你不是说你在修理厂做什么顾问吗？哦，是啊，在渝北一家修理厂。叫什么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陈涛，咱俩这么多年兄弟，你骗得了刘科，你骗得了我吗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吧？没有，帮人看场子。看场子？什么场子？麻将馆。麻将馆？你小声点儿，不怕人听见。你以为我想啊？我有啥子办法？不是，你说你做什么不行，非要做这个，你长没长脑子？对，我没脑子，我就是没有你林奕成这个脑子。也不像李文凯是个富二代，我只知道，钱是拿命拼来的。但你没有钱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？就算我们是兄弟，你能管我一辈子吗？你有你的事业，我有我的生活，我们各自扛着吧。陈涛，别干了。不干，不干我吃屎啊！我孩子吃屎啊！林成啊，等娃生了，我就不干了。陈涛说的对，我在为了生活忙忙碌碌时，忘记了最好的兄弟，也忘记了身边所有亲近的人。我忽然明白，成功包含2个部分：前方的路和身后的人。哥啊，商量个事儿呗。说，干完这个月我就不干了。怎么的呀？你这不干得挺好的吗？老婆要生了，我得回去照顾她。兄弟，老婆要生了，你才得继续干。你不干，你拿什么养活他们呀？啊？我知道。欢哥，就这场啊！过来，过来，从小道走。涛哥，走，快走！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分头跑啊，躲一段时间再说啊。好哥。
好像要生了。让谁打个电话？5块钱。喂，是我。你在哪儿呢？怎么才接电话？你在哪儿？我在医院啊，刘科早产，马上就要生了。我马上过来。怎么回事？你把话说清楚啊！你说清楚，怎么了？你听我说，来不及了。我把刘科交给你，你帮我照顾好他，知道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刘科已经进产房了，孩子马上就要生了，赶紧给我回去。我真的来不及了。麻将馆被封了，警察在抓我。我把刘科交给你，孩子的东西我已经买好了，月子中心的钱我也交过了，你帮我照顾好他，你知道吗？好不好？不行。你他妈是我兄弟吗？说了不行。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啊？逃？你能逃一辈子？啊？不然呢？不然我去坐牢吗？我想做劳改犯吗？我做了劳改犯，刘哥怎么办？我做了劳改犯，刘哥他妈妈怎么看我？孩子怎么办？小桃子以后长大了，他的同学说他爸是个劳改犯。他怎么做人？桃儿，我明白，我懂，但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就得想办法解决。你现在去，2、3年就能出来。你跑，在外面被抓到就不……你以为我不想好好的吗？我不想吗？你去找警察，你去找警察来抓我，你去啊！去啊！你马上要成为一个父亲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是一直逃避，还是解决问题？陈涛，你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也不希望你进去，但你也是刘科的丈夫，孩子的父亲。我给你时间考虑，你想清楚吧。
老婆，老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婆。工厂出了点事故，你也知道，他们没有我都处理不好。对不起啊。没事的，老公，快来看看小桃子吧。小桃子，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。小桃子叫爸爸，叫爸爸。小桃子，你好啊，我是你爸爸涛哥。哎呀，对不起妈，今天迟到了。不过爸爸跟你保证啊，以后我一定有好多时间陪着你，好不好？小桃子，你说好的，好的。小桃子，老婆，工厂那个事还没处理完，我还得赶回去。林奕成，我跟他说过了，有什么事儿，他会照顾好你们的。没事儿的，你快去吧，然然还在这儿陪着我呢。你好好工作，我们等你回来。摸着我的脸说我又瘦了几斤，妈妈我又要走了，你别担心，就当我要去美丽的远方旅行。那我走了。看见你泪光闪烁，我只是渴望像个男子汉一样的活着。拜拜，爸爸，你跟爸爸拜拜。小桃子，爸爸要去工作了。小桃子，走了。小桃子，跟爸爸拜拜，拜拜啊，宝贝，不哭啊，宝贝，跟爸爸拜拜。爸爸要去工作啦，好可爱，小桃子。我只是渴望像个男子汉一样的活着。我再回到重庆，回到你的生活。等我明白岁月的快乐，不再是孤独的旁观者，我再回到你的生活，给